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了停通的时间了哟。我是永群，今日要教大家是保健运动，请放起来同先生来做运动哦。一下先生教的动作是可以预防血栓的哟。放起来同先生来做运动的哦。第一个动作，俺们要来做咧脚尖的动作。嘿，因为俺们的小腿还有俺们的脚，好，人家说小腿是第二个心脏，所以俺们会用到俺们的脚尖运动。好，脚尖伸出去，好，等下做四个，1、2、3、4，四个之後，像腳放來，佢一腳放來會綁到我的後肩肌群嘛，會綁到我的小腿。係，做四個1、2、3、4，可以哈，來再一擺哦，1、2、3、4，後腳，2、3、4，好，繼續臀線上同下做哦。俺來加松樹，好，後腳的時間，可以臀的樹伸入來，1，推出去，3、4，腳放來，學會了嗎？好，更加長。慢慢的挺上來嘅腳尖挺上來，好豎打側，好打側咯，好骨下來，好講打氣同樣嘅，好骨下來，打側，骨下來，好打側的時間都是豎，好將肩綁上來，綁到最高。挺上來，腳一伸出，腳趾頭伸出，好，骨一眼神伸出，再下去，來做準備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身上教的動作至少要做10到15下，好，咱都可以做到呀效果。好，更加哦，身上要強，咱兩個腳趾頭提呀。好，咁如果說腳冇按平衡呢，好像老人家還有呢腳冇按有力呢，可以坐蹲。好，可以拿一個凳呢，或者坐在沙發，可以嘅，都可以訓練嘅支撐能力。好，臀嘅重心，三個度嘅右腳，好，左腳，將兩隻手放好，來撈嘅腳趾頭，你踝關節，還有你膝關節。好，來做4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更加來彎片，更加臀嘅重心塞到嘅左腳。好，做唔到唔怕，你可以坐下來休息一下。能量嘅腳趾頭，好，來撈兩鉗呢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唱腳腳，俺的小腿肚的第二個心臟，從腳腳。好，來瞄腳趾頭。好，來不用看俺腳趾頭伸直咯，先瞄腳趾頭，可以發來腳尖。我剛剛的腳趾頭還有呢。小腿肚延伸拉長，
可以把两只手绑在体内，更加的拉伸。做唔到的，安尼先从最基本的先绑个脚趾头，好慢慢的绑，刚刚讲讲个筋条甲骨顺的，安尼再来慢慢的用个脚掌，下个进阶版用体内。慢慢的，鼓来中间圆背起来，来弯片，脚慢的弯弯哦，伸出来，检查这个脚趾头冇伸出，好，来慢慢的下去，先瞄到我的脚趾头，好，中阶版用我的脚掌。慢慢的来思考内心，用来听哪下。好，归中间，圆背放起来。好，更加最美的动作，归重要哦，也可以加速我的新陈代谢。预防的血管阻塞，我的血管哦，健康都会冇被阻塞，哈，被通冲，所以更加两只手，好手肘两个人的也会一片，固定它，冇安尼晃动，固定它，用我的脚掌哦，平常就铺喺安尼做，更加用我的脚掌就铺，好，准备好诶哈。用脚掌哦，好，腳掌就鋪，準備安尼來做1分鐘，讓可以達到你的效果。好，準備，好，開始，你腳掌平放來，按你手掌嘅扣住，讓你固定。好，你會慢慢的開始流汗，開始發熱。加油哦！你刚刚会喘呢，你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下，唔怕。你喝一杯水，好休息一下。莫马上坐下来哟，哈。最尾10秒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你做到诶，挺好。好，底下调气，调气，来呼吸，头头的动作哦，头头身上干嘛动作上一下，来做一个呼吸。好，记得冇？体的动作，脚掌伸出去，脚掌4耶，3、4，跳脚放来，2、3，夹双手。好，脚，好，先用你的脚趾头，还记得吗？好，慢慢的到脚掌，再来挑战，到挺奶，没有到挺奶。如果人多软度，甲过后的用只手可以用来挺奶好。慢慢的过来，来弯片，脚趾头，脚
讲，听奶，圆背放起来。好，再来是抱膝，转髋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弯片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数用一样。好，来走，20秒，准备开始。1、2，脚掌天后两上，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好，更加按你来做手势哦，来缓和，用只脚打开来，起起，跳起，慢慢的做，缓和一下你的呼吸。头头的动作好不好嘛？接下来吞先生来好新的动作个。一下先生要教的动作呢，係強化肺部的功能的運動哦。請放起來了，吞先生來做運動的哦。來先做暖身，強化你肺部的着重在你肺部的地方哈。來做嚟擴胸的運動，來請起起跳起。擴張嘅胸脯，好，收縮的時間嘅胸口豎起去，好，伸展，胸口腿打開來，好，長臀嘅豎重入通下。好，握拳打開，數，好，握拳的時間，好，可以臀嘅腳做一個深蹲，好，開，合，加油！打開來，盡量臀嘅胸口，盡量擴張，再數。好，來彎片，來做4下哦。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長臀嘅數，好，一個壓空來，一個數睇下面來做一個上下擺動，好，4個再彎片，好，來試看下先啦，來1、2、3、4，彎片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，騰輪線上通下走，2、3、4，彎片。好，接下來臀兩隻手十指交扣，喺上面放鬆起，好，可以做一個側彎，好，加上你腳左右，
慢慢的打通你的整个气血畅通，那更加来左手吞右手，来挖眼，因为挖眼的动作呢，可以增加你的肺部的功能。好，来用挖眼可以往低后，好低前，冲球水用的后前。尽量走到最慢，速搭车，安尼个肺腺呢，好，整个淋巴才会刺激到。好，更加了训练个循环，还有个反应的哦，协调反应，一个后，一个前，好，一个后，一个前，同时我用的会变用的，上去一前一后，弯片。有的时间会搞混唔怕，安尼先点，安尼后背，有嘛？双手先后背，好，再双手往前，再慢慢的吃可能性，到前面一只手低后，一只手提前面，好，一只手前面，一只手后背，训练你的手的协调。你脑筋嘛要变好哦。好，来再来，按呢爱双臂好往后甩，好，来做一个双臂往后甩，起起，跳起。好，更加先上来教你的穴道，好，可以胸口、锁骨，好，先牵动的锁骨，可以强化的过敏啊，还有个协调毛顺，会气喘啊，还会引出，都可以。像细年呢，有冇会引出，还会过敏啊，气管甲管无好，都可以做下穴道。锁骨下方，好，下背一丝丝，行到云门穴。好，云门穴，记唔得唔怕，好，我记得锁骨下背一丝丝都可以。好，你可以用你的空手，像我拍死你呢，拍个手，或者可以卡空来，强卡空来，好，慢慢的来打到。如果讲那种打都唔系咩压云门穴，唔怕，其实你腹腔中用的穴道。有刺激到那个云门穴就可以，所以你的范围、你的数重、体压，大部分都可以好达到，这样可以左右，左右，好，安尼先一片扑式下，再弯片，好，慢慢的改善你的肺部的功能哦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更加弯一片，用锁骨，我牵动的锁骨下背，冇去扑动的僵硬的骨头，好不骨痛。啊，锁骨下背一丝丝，
差不多一片，好，用诶拳头。好，更加呢是关系加上的鼓左右。平常啊，去看电视，好，或者只要有运动的习惯，你都可以来做呀、跑呀的运动，好，刺激你的鱼门穴。好嘛，可以用空瓶、空掌。按用的树桩的范围，刺激的范围个大，吼，树桩嘛可以。好像我北洋的人啊，还是吼，平常我应出我过敏的人，你可以安尼做。好，最尾哦，安尼来拍安尼的太阴经，太阴经睇安尼的手臂的内侧，好。太阳经可以挪背，太阴经可以离背，好，安尼规身呢引出，好，迄条唔顺，好，可以安尼泡。好，手可以安尼，慢慢的滴挪背泡，好，泡很安尼来弯片。泡，更加来做收拾收工，嘻嘻。好，嘻嘻的时间，我两只脚记得打上来，跳起，鼓下起。今日动作好玩吗？明日要记得同先生来做运动哦。停通，俺们下次再来聊。